俄罗斯有智库认为，特朗普可能对华铤而走险。俄罗斯的知名智库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最近出台了一份关于特朗普已经做好了对华两手准备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会马上在经济上向中国进行极限施压，而2025年年底呢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如果到今年年底，美方认为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没有效果，那美国就会推高台海局势，不排除直接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所以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承受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与美国军事对抗的可能，一个是经济的制裁。对于俄罗斯智库的这份研究报告，我们首先可以作为参考。从逻辑上讲，美国在经济上制服不了中国，这冒险走向军事对抗，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遏制打压中国，防止中国超越美国，阻断中国的崛起进程，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是手段方法的异同而已。在这点上，中国绝不能有丝毫的侥幸。不过，经济上制服不了中国，在军事上就一定能压趴中国吗？别忘了，其实，在特朗普1.0任期，美国就制定过突袭岛礁计划，包括以特种潜艇运送海豹特种部队偷袭中国南沙岛礁基地，以 MQ9死神无人机对岛礁基地发起空袭等等等等。那段时间，美国就没有敢动手。而4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已经形成了对台岛的封锁、打击，甚至登岛的作战体系。美国的航母编队更加不敢抵近台海与中国硬刚了。而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我们密集曝光了歼36、歼50、空警3000、076两栖舰、核动力航母设计等一大批的重大武器装备的建设信息。而美国这几年来呢，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新武器装备发展，尽管在总体上美军还是比中国军队实力强大不少，但美军战胜解放军的信心其实已经大不如以前了，而解放军战胜美军的信心呢，则是大大增加。美军对实力的此消彼长的形势，难道心中一点没有数吗？当然，特朗普有时候确实是想到一出是一出。我们是需要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好在解放军从来就没放松过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而且从来就是把应对台海冲突的重点放在防止美军军事干涉这个基点上。我们倒是要对俄罗斯智库的分析判断保持必要的清醒，既不能轻视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又不能轻信外部的信源。更何况，俄罗斯在和美国进行利益争夺时，不能绝对排除俄方会利用一切机会祸水东移，以减轻自己身上受到的压力的可能。总之对于来自外界的纷繁复杂的信源，既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又不必草木皆兵，盲目跟进。说到底，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定力和实力如何，做好准备，加紧发展，不断壮大，这永远不会错。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宇评论，下一期再见。